原住民王公路拍拉案今日进行检视辩论，针对着拍拉问题，内政部有提出新的讲法，表示政府会当提供安全的零件，让原住民来制作拍拉证。不过，原住民团体说是质疑内政部的讲法。花口号亚报条，王公路新现案的因事辩论3月初9早时开庭结束了后，几落个原住民团体伫司法院门口开会后记者会，向大众说明开庭的状况。因事辩论针对原住民敢若会使使用家己制作的矫情这个问题，内政部警政署开庭的时阵有提出新的想法，表示会使甲国防部合作，提供安全的关键零件，让原住民家己制作的矫情更加安全。我们会协请国防部提供安全的主要关键零件，包括这个协助材料、这个器械结构跟保险设计，还有验证的测试，包括训练跟能力的测验。我们相信它是可以是一把很安全的一个支，跟自制的枪支是一样，同样具有安全的。针对这个讲法。申请人王光禄认为，这要是有安全的疑虑，而且若是已经愿意提供零件甲训练给原住民，是安怎无要归去提供一支安全、堪得使用的枪给原住民就好。零件来给我们使用，但是要是说，那怎么不会说一次就拿好的枪给我们就好了？干嘛要说一个零件给我们这样？是相当就是好像不适合我们了。对，是还是有安全上的疑虑这部分的考量。对。王公禄的律师团表示，大法官嘛是有问到，若是愿意提供零件，是安怎无愿意开放自实的矫情？而且若是内政部要设计的方案，应该爱先伫安全甲有效两方面挂保证。那其实律师团的立场其实很一致，就是原住民其实需要的是安全，然后又有效的猎枪，提供这个。单纯的这个零组件就可以达成的话，那也不是不行啊。但是他必须要提出足够的证据，因为刚刚大法官也质疑了嘛，全世界到底有哪些国家是真的允许原住民，然后是使用这个自制猎枪的？但是这个内政部其实是没有办法提出任何的实际案例出来啊。今仔日的研书辩论庭讨论原住民拍拉的文化权、生态保育。甲矫情的问题，司法院大法官讲，未来1礼拜内底，还可会使使用书面的资料来补充观点。实现结果出炉的日子会伫咧1个月以内公布。原住民的拍拉权会安怎改变？原民团体表示，希望大法官会使修复宪法，甲原住民的文化权利献互因。记者郭碧君、陈保罗台北报道。